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西藏之声的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成员孙友年。孙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啊、首先呢，我想请孙先生简单的自我介绍。呃，大家好，我叫孙友莲啊，那我是台湾劳工阵线的秘书长啊。那当然，我这一次受访是因为我也是那个西藏台湾这个人权连线的这样的一个成员啊。那这个连线主要的成立的成员，大概就是我们类似像台湾的 NGO 的成员，以及一些学者，还有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哦。那当然，虽然大家都是平常都在做其他事情，但是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西藏的议题啊。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是关于西藏的啊。那当然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做劳工运动啊。那我在台湾劳工阵线工作已经30年了。我们都知道那个西藏藏台人权连线，它是一个台湾的原藏团体。那可不可以请你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协会的主要的宗旨和使命？大家就顾名思义啦，哈，就是说藏台连线啊，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主要就是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台湾人了解到西藏的议题啊。所以当然在藏台连线成立以前，我们就已经持续的在关注这个西藏的议题啊，包括说像我们十几年来，我们在每一年的310都会在台北的街头有游行啊。那藏台联系说我们也在前几年才成立而已啊。那当然藏台连线它主要的成立了以后，它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西藏的问题跟西藏的议题更加的扩散出去。其实早期说实在的，虽然我们觉得好像西藏的议题很重要，不过很多的台湾的社群，他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西藏的相关的这个议题。所以藏台连线成立了以后，事实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透过不同的活动，透过不同的形式，让就邀请更多的台湾人不管他叫学生或者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其他的 NGO 的工作者，更能够加入支持西藏的这个行列。好，所以藏台连线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它算是它其实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是它包含的成员是包括很多的面向跟很多的地方的譬如说像 NGO 所以不只是藏台连线的活动像我们也会促使国会台湾的国会立法院能够有所谓的西藏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我们这一两年，我们大概也会希望能够促成说地方的议会也能够有这个西藏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委员会，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更多人或者是西藏的这个议题能够更加深入得到台湾的每一个层面。那我想请问孙先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藏议题的？坦白讲我是1992年才来台湾啊。我是原本是马来西亚人啊。那我1992年到台湾念书啊，那才有机会接触到西藏的议题啊。我开个玩笑啊，就是说早期我们对西藏的了解都是看武侠小说，看电视剧啊。对，其实对西藏的那样的一个描述，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什么这个西域少林残害中原少林我相信你大概也知道说这个武侠小说是怎么样的描述喇嘛描述西藏的宗教的啊。那一直到我到台湾了以后，读了一些书包括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本书叫做《血狱中的民族主义》。他就在描述当时中国侵略西藏以后，西藏人民是怎么样子被对待的那我阅读了那本书了以后，就开始了我对西藏的这个关注。那当然，后来我们也每一年都会有像图博之友的活动，然后到后来也这个社群也比较稳固了，然后我们有藏台连线的成立，所以其实如果说你要问我说，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藏的议题？我想可以回推到我刚来台湾的时候的那段时间啊，就是1994年左右的阅读。那当然后来我几乎每一年都是台湾310抗暴大游行的指挥之一啊。那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跟西藏人一起奋斗，然后陪伴西藏人一起走这条回家的艰辛的路。那么请问你这是第一次来达兰萨拉吗？这是我第一次来达姆沙拉，我向往了非常多年啊。那因为藏来连线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代表来达兰萨拉拜访这边的 NGO，像我们昨天也有拜访我们的议会啊。那事实上就是要有更多的交流啊。那透过这样的交流，我们也可以交换一些资讯，交换一些策略，然后让尤其是对所谓的中文的社群啊。那这个中文的社群，不只是台湾啊，不只是中国内部啊，那当然还包括说东南亚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提供一些更加正确的资讯啊。所以其实这次来达兰萨拉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那在你看来，台湾人是怎么看待西藏议题的？台湾和西藏有什么样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哈，就如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知道，说台湾跟西藏，同时面对的是中国的威胁啊。中国尤其是对台湾啊，这个完全没有停止过的武力的威胁，包括每一天都会有这个战机或者是战舰啊，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些骚扰啊。那我觉得这些骚扰实体上看得到，更看不到的地方在于说，它可能会提供给全世界一些错误的资讯啊。那我相信对西藏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威胁啊。那台湾社会怎么样来看待西藏的议题啊？也不瞒大家说啊，如果依照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宪法的话，西藏好像是这个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啊。那当然，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啊，真的认为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西藏就是一个自主的这样一个国家啊。所以像我们每一年走在街头上面，我们其实不只是关注西藏的议题。我们像这几年，我们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来关注维吾尔族啊，这个新疆啊，或者我们称之为突厥斯坦啊，或者是 Southern Mongolia 啊。所以其实，在每一年的这个街头上面的口号，我们都有 Free， 不只是 Free Tibet 啊，还有 Free Southern Mongolia、Free East Turkestan，then Keep Taiwan Free 啊。因为台湾其实在1992年这个第一次的国会全面改选以后，1996年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以后，接下来有3次的政党轮替，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民主跟独立的个体啊，独立的一个国家啊。所以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有一些前车之鉴。譬如说香港啊，香港在过去几年遭遇到中国非常非常残暴的镇压啊。然后到现在很多香港的自由也消失了啊。所以透过这些事件，事实上我相信有更多台湾的社群，他会去了解到西藏人他们就是说西藏人追求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跟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跟这个要求啊。所以我觉得藏台连线接下来我们应该会。我们也会透过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来邀请更多台湾人，实际上去了解西藏的状况啊。那当然包括说过去的历史、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以及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说到那个台湾总统，就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当选总统前后都有提起西藏。他以西藏为例，希望呢台湾不要步西藏的后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会不会引起就是台湾人民的反馈，说
会不会让更多的人台湾人了解西藏？我觉得不只是说，以西藏的这个例子，包括说，我相信台湾，很多的台湾人都很熟悉，西藏跟中国签的17项的这个和平协议，到最后中国还是用片面的违约的这个方式啊，来对西藏进行非常残暴的镇压啊。那这个提醒其实是对台湾来讲，对台湾民主来讲，或对台湾这个国内里面还有一些对中国还有一些遐想的人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其实不只是西藏的这个议题啊，事实上每一年在我们310的游行里面，我们的西藏的人民也一再的提醒台湾人民说，不要轻易的相信中国的谎言啊。远的有西藏的经验，近的有香港的经验。香港在1997年，中国也是承诺香港50年不变，但是现在呢，香港已经沦落为一个用非常的言论自由控制的受到言论自由控制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社会里面对于西藏人民的这个善意的提醒啊，其实是大部分是可以接受的。显然，这个我们这次台湾政党轮替了以后，第一次有一个政党是继续的执政应该是有一定的作用那当然，我想不只是西藏的提醒香港经验的提醒，以及台湾无时无刻处在中国的威胁之下，这些都一再的提醒我们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重要性所以这一次我到达兰萨拉来其实我跟很多的社团这边的团体有很多的交流我的主题都是讲说民主的永续跟社会的韧性这两个说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如何让民主尤其是台湾的民主还是很年轻、很脆弱，我们很轻易的受到中国这个所谓的假讯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跟操弄。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建立更坚强的民主防卫的机制来进行保卫的那我觉得西藏人民的提醒对于台湾社会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社群，尤其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中文或者是华文的这个社群，更了解西藏，更了解台湾，更了解更多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暴政，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重要的讯息。那你作为那个援藏团体的成员你觉得台湾援藏团体的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有哪些？事实上，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台湾人还是不了解西藏的状况因为他们可能平常也没有在关注人权或关注这个国际的议题那所以我们的困境当然就是说感觉起来好像我们的扩散性比较低一点那但是我觉得这部分接下来可能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包括网络的方式或其他的方式来加以补强所以这个困境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更大的困境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关注能够更加投注在西藏内部因为我相信全世界的援藏团体都一样讯息无法传播到中国的内部那未来有没有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让西藏内部的讯息可以往外传，然后我们的讯息也可以往内传，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部分是接下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的。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每一年的活动，从一开始办310的游行，才7、8个人，到现在固定都会有1000甚至最高峰会到3000多人参与在310的这样的一个抗暴大游行、纪念日大游行里面。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注的社群是有在扩大的。那如何让这个已经扩大的社群它继续的扩大？然后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可能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那不只是说办活动，
可能在其他的这个议题上面，包括跟国际上面援藏团体的合作在台湾在不止台湾在能够中文世界里面能够扩散的这个地方，都听到这些声音，看到这些讯息。我觉得这部分是很困难，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地方。那台湾呢，目前所使用的语言就是中文或者说华文。对，那这个会不会帮助到中国境内或者西藏境内的民众了解更多真实的讯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援藏团体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会不会起到作用？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它一定要有这个作用这个作用的重要性在于说，事实上从过去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我曾经也是台湾自由缅甸网络的召集人我从事缅甸政治犯的这个救援的工作，当时我们在国际的社群里面就有一个大翻译计划什么叫大翻译计划？就是说，尽可能把真实的讯息翻译成各自的语言。那当然，台湾负责的就是所谓的中文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缅甸这个议题中国它一定是站在缅甸军政府的后面的所以中文的资讯很多都是中国片面的资讯，中国非常非常偏颇的资讯。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大翻译计划。就是把缅甸的议题问题翻译成中文，然后在中文的世界能够有一些扩散所以我觉得西藏的议题也是一样尤其是在这几年，中国透过他们的媒体、他们的娱乐不断的向国际扩散我称之为娱乐资本主义啦或者是娱乐威权主义那包括说中国好声音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事实上它在中文世界的扩散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可能会夹带了一些他们的宣传大外宣的这个部分。那台湾作为以中文为主的一个社群那我们在这个角色上面可以扮演更加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讯息也能够传递到西藏内部我相信这非常非常困难，尤其是这几年中国对于包括说他们的一些法规动辄用所谓的叛乱这个颠覆国家，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逮捕监禁那像我们的好朋友李明哲先生过去也被监禁了5年。那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一个出版的这个出版社的主编叫富察现在也在中国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种干扰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应该要把这些信息更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习惯用中文阅读的人这个社群都能够获得比较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而非中国片面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这部分如果能够有机会能够到西藏内部中国内部去，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可能也完全没有机会去接触到有关西藏的一个议题他们的到目前为止对于言论自由的管控，对于这个自由的打压，我相信不只是西藏中国境内或者西藏境内的这个西藏人，包括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也无法获得这些正确的信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跟做法。那最后我想问的是，你觉得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还有他未来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强？事实上，我一直都非常敬佩流亡藏人，持续的走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每一年的310大游行，我都在台北的街头上面邀请在逛街的朋友说，我们回家不需要别人同意我们回家想回家就回家。但是今天走在路上的台北街头上面的西藏人，他们回家的路是被阻断的，他们回家的路是
要别人同意的啊。所以在这条回家的路上走了几十年，事实上我看到很多西藏的朋友都是非常乐观，也非常非常的坚持在透过各种的方式来向全世界来宣传说，我们是被打压的啊。所以这个西藏流亡社群也好，或西藏人西藏人民也好事实上提供了台湾人提供了全世界很多的社群一些启发这些启发是永不放弃我过去在很多的国际会议上面跟藏人的朋友，跟包括说像青年的这样的伙伴一起提案向全世界去诉说我们追求自由是没有错的，我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要自主，我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独立的，应该也是没有错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台湾虽然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完全没有任何的疑问那西藏人民给台湾很多的启发，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的用自己的经验提醒这台湾人不要轻易的相信中国片面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局所以非常感谢西藏社群给全世界给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启发。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些启发也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的一起走在这条路上。那谢谢，今天我们采访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孙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